有一晚，一個賊偷咗一件寶物，幾乎俾差人人贓並獲。十萬火急之下，佢將呢件寶物放咗落去路邊一個乞兒嘅衫袋嗰度，諗住遲啲可以翻嚟攞翻。點知嗰晚黑同差人糾纏嘅時候，就嗚呼外在，佢冇機會再翻過嚟。而路邊嘅呢個乞兒呢，不知不覺間就變成咗一個超級富豪。但係最可惜嘅嘢係，佢從來都冇去摸過自己個衫袋，更加唔會知道自己個袋裏邊有一件咁寶貴嘅寶物。於是佢繼續過住一直以嚟嘅生活。可能我哋認為提升自己嘅關鍵就係更多嘅資訊、更多嘅方法、更多嘅向外探索、更多。有冇諗過呢？我哋一直揾緊嘅答案，可能早就喺自己嘅內心嗰度。當我哋睇唔到呢一點嘅時候，我哋可能就會一直嘅低估咗自己，甚至過住一種本來唔需要過嘅生活。我哋一路追趕嘅嘢，唔係我哋未擁有，係我哋未發現自己已經擁有。於是問題係，我有冇好好嘅停低？我有冇好好嘅去搜索我自己嘅內心？Hello，你好，我係 Shirley，今日同你分享嘅係搜尋你內心的關鍵字，作者係陳一鳴。有冇諗過呢樣嘢同呢樣嘢可以拉埋一齊，而呢樣嘢同呢樣嘢又可以共存喎？如果 Daniel Goleman 嘅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緒智能點解比 IQ 重要，話俾我哋聽乜嘢係情緒智能的話，陳一鳴嘅搜尋你內心的關鍵字就係話俾我哋聽點樣利用情緒智能去導航自己，導航我哋身邊嘅人。佢用咗 Daniel Goleman 嘅情緒智能呢本書做藍本，創作咗一個 Google 嘅內部培訓課程，從2007年開始，直至2012年變成一本書，再變成一個對外公開俾公眾嘅課程。呢本書好慷慨咁樣咧，將課程會教嘅嘢全部都記低晒，俾埋個真人版嘅影響力，係影響別人向好嘅能力。跟手仲做埋俾我哋睇，我哋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去貢獻世界和平。慈悲領導可以拉埋一齊，企業慈悲同埋 bottom line 可以共存。我哋一齊嚟睇下呢本書係講乜嘢嘅。搜尋你內心的關鍵字，呢本書我哋一齊嚟睇4樣嘢。第一，訓練情緒智能由訓練專注力開始，我哋嘅 attention。第二，當情緒智能加上靜觀嘅時候，可以 enable 到啲乜嘢嘢？第三，慈悲領導企業慈悲。第四，我哋一齊嚟睇下喺一個企業環境嗰度，我哋點樣可以實踐情緒智能？訓練情緒智能由訓練專注力開始，我哋需要好強嘅專注力，平靜同埋清晰咁樣去體會到自己嘅情緒。喺而家呢個資訊咁爆棚、新科技不斷冒出嚟嘅時間，我哋更加需要有意識咁樣選擇，到底我哋將我哋嘅專注能力放喺乜嘢嘢嘅上邊，利用呢份狀態翻返去自己嘅內在，以一個第三身嘅觀察者角度，我哋高清咁睇住我哋每一份嘅情緒嘅出現。喺任何反應之前，我哋稍作停頓，高清咁睇住我哋嘅情緒散走，將個主動權放返喺自己嘅手嗰度。正正就係呢種嘅察覺，幫我哋開始 from good to great。
情緒智能比起 IQ 同埋專業技能2倍重要。Daniel Goleman 喺《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呢本書嗰度話俾我哋聽，情緒智能可以預測一個人嘅工作成就同埋生活充實嘅程度。情緒智能呢個概念最初由 Peter Salovey 同埋 John Mayer 提出，佢哋定義情緒智能係調控情緒、區分情緒，然後用呢啲資訊啦去導航自己同埋導航身邊嘅人。Daniel Goleman 喺呢個基礎上面咧，加上咗4大範疇：察覺自己、管理自己、察覺社交、處理關係。意思其實就係我哋翻返去自己嘅內在，打好基礎，先導航自己，然後再去導航我哋身邊其他嘅人。陳一鳴係早期加入 Google 嘅工程師之一。佢本身唔係嗰種好傳統用高壓、用強勢嘅同事。佢用嘅方法咧係分享同埋教練，同埋去引導其他人咧提升自己嘅自我察覺。呢套方法咧，從一個 Google 嘅內部培訓課程啦，後來演變成為一個全球嘅培訓項目。佢影響緊嘅咧，唔單止係我哋個人嘅工作表現，而且仲有就係工作嘅滿足感，甚至咧公司嘅文化。陳一鳴呢個例子話俾我哋聽啦，最緊要嘅嘢係真正嘅影響力，係由我哋自己點樣管理我哋自己開始。如果我哋將陳一鳴呢個例子拉返去我哋自己嘅身上嘅時候，2個好直接嘅問題。第一，我哋而家每日做緊嘅嘢、做緊嘅決定、同人嘅互動，有幾多係有意識咁樣喺度選擇緊？有幾多係我哋當下嘅情緒嘅自動反應？第二個問題，我哋點樣由導航自己，一步一步咁樣走到去影響其他人，建立我哋嘅領導能力？研究顯示，最頂級嘅領導人同最普通嘅領導人之間只有一個分別，就係溫暖嘅 affection。James Kouzes 同埋 Barry Posner 嘅研究話俾我哋聽 ，affection 帶出咗一種暖暖嘅感受，就好似佢哋喺 Encouraging the Heart 所講嘅從心而發。陳一鳴喺書裏邊咧用咗一個咁樣嘅故事，佢同一位嘅 service provider 咧有一個好好嘅工作關係。忽然之間咧有一日咧，呢一個嘅 service provider 啦就俾佢公司啦炒咗。陳一鳴冇辦法去理解到呢件事，於是咧佢最終咧就鼓起勇氣咧，就寫咗一個好有禮貌嘅電郵俾呢位 service provider 嘅上司，約見佢，希望可以了解下其實到底發生咗乜嘢事。見完呢位嘅上司之後咧，陳一鳴發現咗咧，其實呢位嘅 service provider 嘅同事咧，的確喺佢公司嘅內部咧，都係有一啲嘅困難嘅。但係呢一個嘅關心啦，同埋了解嘅對話咧，最終令到 service provider 嘅上司咧，係改變咗佢嘅決定啦，唔去開除呢一位嘅同事。如果我將陳一鳴嘅例子拉返嚟我自己嘅身上嘅時候，我會問自己嘅問題就係，喺日常嘅工作入邊，我係偏向快靚正解決問題，唔好講咁多，定抑或我花時間去了解件事，然後先再做決定。好多時候我哋嘅同事喜歡喺我哋嘅團隊嗰度，唔係因為我哋有幾叻，而係佢覺得喺我哋嘅團隊嗰度感受到被理解啦、被重視啦，同埋被尊重。而呢種好溫暖嘅感覺咧，
唔係一個技巧嚟嘅，而係我哋內心嘅自然流露。如果我要培養呢一份由內而外嘅狀態，關注自己嘅表現，關注團隊嘅表現同埋成長，一個重點就係由我變成我哋。慈悲領導係由我變成我哋嘅一個轉變，係一個有結構、有層次嘅能力。Thupten Jinpa 將慈悲拆成3個部分：第一，認知，我明白你；第二，情感，我感受到你嘅感受；第三，動機，我想幫你。慈悲領導就係將呢3樣嘢結合，由關注我變成關注我哋。Bill George 曾經講過，一個有效嘅領導人必須從我轉化成我哋。諗返我哋自己啊，平時我哋做決定嘅時候，我哋會諗我點樣做好呢件事，定抑或我哋點樣一齊做好呢件事。真正嘅轉變係將自己嘅視覺由我變成我哋。呢個從我到我哋嘅模式，點樣可以做到真正嘅貼地？如果想推動創新，我哋會點做呢？多啲 KPI，多啲壓力，定係俾多啲空間大家一齊去發揮？如果 Google 嘅選擇，佢哋容許工程師用20%嘅工作時間去做一啲唔屬於自己核心工作，但係對公司有價值嘅項目。搜尋你內心的關鍵詞呢個課程，正正就係咁樣發生。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理念。陳一鳴相信，當一樣嘢同時對人同埋對業務都有益嘅時候，佢自然會擴散得好快，成功得好快。搜尋你內心的關鍵詞呢個課程，不單止對每一位嘅同事都有效，情緒智能加上靜觀喺企業環境裏面一樣行得通。呢個就係當我哋由我變成我哋嘅時候，創新自然就會出現。諗返我哋自己啊，每日嘅工作有幾多嘅時間同埋空間留返俾我哋自己去思考、去優化、去創新。當我哋有呢個空間嘅時候，我哋先至可以開始諗得更遠，做得更好。慈悲領導由我變成我哋嘅狀態，同情緒智能由導航自己到導航身邊嘅人嘅呢種狀態係完全吻合嘅。察覺自己內心嘅關鍵字就係意義。察覺自己有3個嘅層次：第一，察覺自己嘅情緒同感受；第二，知道自己嘅強項、弱點同埋極限；第三，因為呢份深層嘅了解，我哋接觸到自己嘅直覺，為自己做最圓滿嘅決定。再深入一層，我哋會開始見到，我哋覺得最重要嘅價值觀係啲乜嘢嘢？真正激勵自己嘅係啲乜嘢嘢？我哋追求嘅意義同快樂係啲乜嘢嘢？對於陳一鳴嚟講，佢覺得最重要嘅意義係見到同事開心，見到世界和平。
見到其他人脫離痛苦，呢個正正就係慈悲領導嘅核心。佢呢種嘅理念唔係理想，佢證明咗企業同慈悲係可以共存嘅。呢一點正正係 Jim Collins 嘅 Level 5 Leaders。我哋想像兩種唔同嘅人，第一種好清楚自己想要乜嘢，重視乜嘢，做決定嘅時候好穩定、好一致。另一種嘅人，表面上面好忙、好勤力，但係方向不停咁樣轉，情緒亦都容易被環境拖住走。分別唔係呢兩個人嘅能力，而係有冇真正了解自己嘅價值同埋意義。當我哋知道我哋嘅價值同埋意義嘅時候，我哋開始清楚嘅察覺自己。諗返我哋自己啊，我哋每日做決定嘅時候，係因為外在嘅壓力啊，定係真心嘅？係我哋覺得有意義嘅嘢，同埋我哋真正重視嘅嘢。管理自己嘅內心關鍵字係平衡、適應、優化。平衡情緒，穩定嘅適應任何一個嘅轉變，激勵自己，帶住自己嘅價值觀、內在動力、韌力、心流狀態、意義、價值觀、樂觀，優化自己，同自己比較，追趕自己嘅目標，做到今日嘅自己比尋日好，聽日嘅自己比今日好，讓自己從 good 到 great。察覺社交嘅內心關鍵字係察覺到並且做到其他人嘅需要。察覺社交有兩個層次。第一，因為察覺自己，所以發展出察覺其他人嘅能力。呢個就係同理心，察覺到身邊嘅人嘅感受同埋佢哋真正嘅需要。第二，因為呢份嘅察覺自己、察覺其他人，伸延出去嘅就係一份察覺企業嘅能力。我哋能夠體會到我哋嘅團隊同埋我哋嘅公司嘅需要，將呢啲嘅體會、想法變成真正可以幫到佢哋嘅行動。但係講到同理心，陳一鳴咧，佢曾經提我哋情緒智能唔係做一個爛好人，亦都唔需要同大家分餅仔。仲有咧，就係唔代表咧我哋唔可以有牙咬同事。佢話咧，大家誤會咗啦，情緒智能就係咁樣，唔怪得知咁多人冇興趣學情緒智能啦。諗返我哋自己啊，就算同理心一樣咁好嘅嘢，過度地使用就會變成咗我哋嘅弱點。我哋問一問我哋自己，我有冇適度地使用同理心？唔太多，亦都唔太少。於是呢一個帶我哋去到下一個部分，就係處理關係。處理關係嘅內心關鍵字係影響別人向好。Daniel Goleman 話俾我哋聽，處理關係有5個嘅能力。第一，影響力係影響別人向好嘅能力。第二，
以教練同師傅嘅身份帶住其他人向好。第三，處理衝突，處理意見不一樣。第四，團隊合作。第五，成為一個啟發其他人嘅領袖。我哋由呢5份嘅能力去睇返作者陳一鳴，佢做咗一樣好值得我哋留意嘅嘢，就係佢將自己相信有用、有價值嘅嘢，認真咁樣研究，整理咗佢出嚟，將佢分享俾同事，貢獻俾公司。成個過程唔單止係一個個人能力嘅層面上邊，而且係一種關係上邊嘅影響力。佢慢慢咁樣去影響佢身邊嘅每一個人向好，甚至伸延到一個更大嘅層面，由自己開始走向世界和平。諗翻我哋自己啊，我哋平時同人嘅互動係點樣㗎？我哋有冇帶住察覺自己、察覺身邊嘅人、察覺企業嘅能力，將呢啲察覺由想法變成做法，適度嘅將佢表達返出嚟？Daniel Goleman 同陳一鳴呢2本書鼓勵住我哋去建設我哋自己嘅生命藍圖，導航返我哋自己嘅生命軌跡。先摸一摸自己個衫袋，然後搜尋自己內心嘅關鍵字，由我哋自己去決定，到底我將我嘅注意力放喺邊一度。跟住我哋喺我哋嘅現實世界裏面，我哋去揀乜嘢人、乜嘢事、乜嘢學習對象係我嘅 benchmark。我哋喺我哋閱讀嘅書裏面去選擇值得學習嘅作者，做我哋嘅教練，做我哋嘅師傅，不斷嘅微調，不斷嘅優化自己，向住自己覺得好有意義嘅目標，好堅持咁樣一路行落去。陳一鳴啦，佢喺書嗰度咧又打趣咁講：If Ming can cook, so can you。我哋一齊加油！如果你喜歡呢條片，請你訂閱、留言、按讚、轉發。下星期見。